Hello，大家好，又係 RA 波馬中環嘅時間。今集第二集嘅節目，我哋會講下呢個英超嘅季前嘅前瞻一個節目嘅。除咗過去呢，我哋呢有呢個賽馬之外啦，咁我哋都有足球嘅。咁足球方面呢，我哋主要集中呢都係講英超啊同埋歐聯嘅賽事嘅。今集啦，純粹係一個吹水式嘅節目，因為呢太耐冇開節目呢，真係要揾啲節目做下咧嚟熱一熱身，希望可以講翻咧個對話方面可以咧做得呢個順啲啊！今集啦，我哋睇一睇嚟緊啦內季啦，2026年英超嘅季前前瞻。過去咧大家都如果有睇開英超嘅話咧，都會覺得咧英超呢個賽事咧就真係好刺激嘅。每一季咧都係打到咧差唔多最後咧嗰幾週咧，先至話真真正正去分開個勝負啊，同埋啲升降機啊，即係升班啊降班嘅球隊咁樣嘅。舊年啦都係啦，阿仙奴同曼城啊鬥到差唔多最後兩週啦，先至真係分出勝負，邊一隊係會攞到聯賽冠軍。而降班嘅熱刺同埋韋斯咸又係差唔多打到咧最後咧兩週啊一週啊，先真真正正睇到邊一隊可以留翻喺度咁樣嘅。所以過去嚟講咧，英超咧，不論榜頭或者榜尾咧，其實都真係幾刺激幾好睇㗎。好啦，事不宜遲，咁不如咧，我哋講下咧英超嚟緊咧今季咧有邊幾支熱門嘅球隊啊可以奪標啊，或者有啲咩新聞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啦，首先嚟睇一睇今季英超領隊嘅人事變動先。20隊球隊入邊，我諗最矚目嘅一單咧，一定係曼城啦。咁執教咗咁多年嘅哥迪奧拿，咁上季嘅季尾咧，其實都已經有消息指咧，佢係會離開呢個曼城。咁就執教邊支球隊就冇講到嘅。結果啦，傳下，真係季尾呢個傳聞咧就變咗事實。咁佢都真係離開咗呢個曼城。咁今季咧會換上馬利斯卡。呢一位曾經喺車路士咧短期帶領過車路士嘅領隊，唔知道啦，呢位領隊咧能唔能夠可以帶住一班咁升級嘅球員啊，好似荷蘭啊呢一班咁嘅球員，能夠可以再為呢個曼城再創高峰橫掃晒所有嘅冠軍呢？呢個不得而知。咁其他球隊方面呢，例如好似車路士咁樣啦今季就換上咗喺皇馬有少少失意嘅，教得唔係幾好成績嘅沙比艾朗素啦，咁另外富咸又係好得意啊，同樣地都係咧帶咗一位咧佢哋喺上季皇馬成績教得唔係咁好嘅教練艾比路過嚟呢度教呢個富咸。咁咧今季又好有趣啊！第一場嘅賽事咧，我記得個賽程咧就會係呢個富咸對車路士嘅，就係兩位咧喺皇馬失意嘅領隊咧嘅一場嘅對戰，都應該會係幾有趣嘅。其他球隊方面啦，好似例如好似佳士拿啦，呢位今季喺森林會教嘅領隊咁樣。上季咧佢帶水晶宮咧其實都帶得相當好可能即係諾定咸森林個老細都係有一鋪咧換領隊引嘅。結果咧今季又希望呢位佳士拿能夠可以教得長啲時間，唔好咁快又俾嗰個咁嘅有少少神經質嘅領隊嘅老細咧就換咗佢啦咁樣。其他嘅球隊方面啦，譬如卡域克啦，曼聯嘅卡域克咁樣啦。舊年咧帶嘅時候咧，其實咧季尾令到曼聯突然間神奇地有個好成績。今季咧好得意，我睇翻啲報道咧，其實佢只不過係俾一個名銜，佢就係叫 head coach，就唔係俾一個叫領隊嘅職位職銜俾佢嘅。咁樣咧，但係就唔知點解呢度咧就公佈咗佢係一個 manager 嚟。但係其實喺英格蘭超級聯賽嗰邊咧，head coach 咧同埋呢個manager 其實大家嗰個職位上咧係會有啲分別嘅。head coach 咧就只係帶領到球隊。即係管到球隊入邊嘅事，至於球隊球員嘅轉唔轉會轉會買咩人咧，其實咧就唔會牽涉到係要經過 head coach 嘅手嘅。可能會問嗰啲意見咁樣啦。anyway 唔緊要啦，希望下季嘅曼聯能夠可以有更好嘅成績啦。另外啦，熱刺啦，季尾接任嘅迪些比今季繼續留任。
咁就另外有一支球隊咧，我真係想講一講嘅。咁啊，除咗呢個利物浦咁樣啦，咁啊史諾啦嚇，咁啊史諾舊年啊教得唔係咁好，大家都有目共睹啦。咁今季終於咧都換上咗舊年教呢個班尼茅夫相當之好嘅伊拉奧拿上任，咁希望咧可以憑住伊拉奧拿上季帶呢個班尼茅夫咧打得咁好嘅成績嚇，喺咁有限嘅球員嘅情況底下，能夠可以睇到咁好嘅成績咧。將佢嗰個經驗同埋嗰種領導能力帶領利物浦再走向一個高峰。咁其中咧有一位領隊咧，我真係好想再講講嘅就係艾迪賀維。近來咧佢都算係真係都幾係新聞人物嘅。突然間咧宣布喺兩三日前啦，突然間宣布就係話會突然離開呢個紐卡素，教咗咁多年。咁我哋不妨而家咧花幾分鐘嘅時間去講一講佢近來呢幾年教緊紐卡素嘅成績，同埋點解要離開。咁一講起艾迪賀維咧，其實要講翻喺2021年嘅時候，咁當其時咧11月到啦，咁佢就接手呢個紐卡素嘅。咁聯賽嘅時候咧11場波咧都未嘗一勝㗎，呢個紐卡素，咁係5分排第19位。咁佢接掌之後咧，頭3場咧就2和1負，咁睇嚟咧嗰陣時當其時嘅形勢望落去咧，就降班咧應該係避無可避嘅。咁但係12月初咧1-0小勝般尼之後咧，隨即咧跟住咧就喺個轉會市場裏邊一口氣就買入咗查比亞啦、基馬尼斯啦、丹班啦、基斯活啦呢啲咁嘅球員。咁跟住咧呢一班雷霆救兵咧火速融入球隊啊！咁啊，何謂跟住領軍最後18場贏出12場，唔單止喺嗰一季可以護級成功，係喺第11季完成嘅球，喺第11位完成嘅球季，咁亦都成為咧英超歷史以來啊首一支球隊喺頭14輪未能獲勝，但係終於能夠成功護級球隊嘅領隊嚟嘅。講到紐卡素領隊何為帶領呢個紐卡素呢，咁耐以來最好嘅成績呢，就應該係要計翻呢喺2024至25年嘅一季英超，佢哋嘅球隊呢，就係以第5名完成咗當季嘅聯賽，咁亦都獲得歐聯嘅參賽資格啦，而且本土賽呢，聯賽杯決賽亦都擊敗咗利物浦，就為咗球隊啦，呢紐卡素啊咁耐咁70年以來呢，得到一個本土賽嘅冠軍。咁無奈跟住嘅一季啦，咁伊薩尼隊咁啊加盟利物浦，亦都大大影響咗紐卡素嘅部署同實力啦。咁啊聯賽只係得第12名，咁亦都係何為上任以來最差嘅一季。加上歐聯呢16強止步，其他杯賽一無所有，38輪個聯賽輸咗17場，咁難免呢真係何為真係會受到一啲壓力嘅。咁英國廣播公司咧，亦都有報道啦。咁何為咧？因為需要明白到球隊係要出售球員啊。咁對領導層嘅操作咧，亦都開始深感到有啲意興闌珊。咁再加上啦，球隊入邊咧，而家已經confirm 咗咧，呢個東拿利亞買咗去熱刺啦，哥頓又買咗去巴塞隆拿啦。咁仲有基馬尼斯亦都可能會加盟呢個阿仙奴。咁喺一個實力大削弱嘅情況底下，咁最終喺最近期嘅一場友誼賽對住布里斯托城輸咗4-1之後呢，何為就意興闌珊，結果就真係辭退咗現時呢個紐卡素嘅領隊嘅職位啦。至於艾迪何為離開咗紐卡素之後，咁佢而家現時懸空嘅位置呢，有一位大熱門嘅接任人選，咁傳聞呢，就係一位來自德國嘅亞士里啊，呢位現時教緊咧沙特超級聯賽呢個吉達艾亞里嘅領隊。咁呢位領隊呢個曾經有過嘅成績呢，就係帶領個奧地利嘅薩爾斯堡呢2屆能夠可以攞到呢個奧地利超級聯賽冠軍。咁至於個來頭呢，其實資料上呢都唔係話太多。咁啊，希望啦，如果呢位真係大熱門接任人選可以上任到紐卡素之後呢，希望可以真真正正能夠為紐卡素繼續帶來一個好嘅成績啦。嚟到呢個環節呢，我哋又不妨講下呢，睇下有邊幾支球隊呢能夠可以有實力，今季可以攞到呢個英超聯賽冠軍啦。咁啊，其實嚟嚟去去啦，得返嚟嗰幾隊噶啦，曼城啊、阿仙奴啊、車路士啊、
曼聯啊，甚至乎呢個利物浦啊咁樣咁嗰啲傳統嘅球隊啦。咁首先都恭喜咗阿仙奴先啊，去季咧能夠可以攞到英超冠軍，相隔22年，終於可以真係一掃22年之癢啦。咁就今季咧佢哋喺轉會市場方面咧，雖然嗰、個、出手嗰方面咧都唔係太多，咁但係離隊嘅球員咧都有幾位啦，譬如好似比利時嘅托沙啦，去到比西達斯啦，咁啊加比爾捷西斯咧，亦都轉咗會去呢、個車路士咁樣嘅，但係唔知係咪 confirm 咗未啊？轉會去車路士呢一單，咁就另外啦，重磅矚目嘅收購就有兩位，一位就係來自呢個紐卡素嘅基馬尼斯呢位巴西球員。咁佢嘅加盟呢，其實係真係可以令到呢阿仙奴嘅中場呢個攻守平衡呢就會即係會有秩序啲嘅。一個其實喺舊年呢幾季入邊，佢效力紐卡素嘅表現大家都有目共睹。佢能夠可以令到一支球隊呢個攻守平衡啊各方面呢都做得相當之好嘅。咁呢位球員呢，今次阿仙奴就可能會出大約係9000萬英鎊到啦，咁啊會買佢過嚟咁樣嘅。咁啊，但係嗰個交易咧都好似係未成事，咁都好唔夠好希望呢一位身穿39號球衣嘅球員，一個攻守平衡嘅中場球員啦，能夠可以嚟到阿仙奴，咁啊可以幫助到阿仙奴繼續保持到喺聯賽有好嘅表現啦。咁另外一位呢，我都覺得呢會係喺阿仙奴今年嘅收購裏面都係一個都幾矚目嘅收購，就係呢個巴西嘅雲尼素斯。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喺皇馬嗰方面呢個表現呢，一向都係出色嘅。咁但係出色之餘呢，亦都真係有一啲呢，即係令人覺得係即係佢個紀律啊，各方面啊，同埋脾氣嗰方面都唔係一個咁好嘅球員。咁大家都知啦，今季嚟緊，摩連奴將會再執掌皇家馬德里。咁摩連奴一向呢執教嘅手法呢，都係以治軍嚴明見稱嘅。咁如果你係一個咁麻煩嘅球員呢，咁我相信其實摩連奴呢都好希望能夠可以將佢掛牌出售。咁如果雲尼蘇斯真係能夠可以轉會到過嚟阿仙奴，咁就真係睇睇佢有冇改善到佢個喺球場上一般嘅嗰個較為負面啲嘅形象。咁啊，希望能夠可以喺英超可以繼續發揮佢嘅好嘅球技啦。咁啊，能夠可以再一次有更好嘅表現啦。咁就係咁多啦，呢一節。好啦，嚟緊我哋又講下另外一支英超球隊，講到好多球迷嘅紅魔鬼曼聯。咁就今年呢，佢哋呢有兩個重要嘅收購啦。咁第一個呢，就係呢個比利時中場迪拿曼斯，咁啊以3500萬鎊咁啟動買斷條件呢，就向呢個阿士東維拉買咗過嚟嘅。咁呢位球員啦，大家都應該好清楚啦。2019年登陸英超，咁啊效力李斯特城。去到2023年，咁啊2023年呢個李斯特城又降咗班啦，咁啊後尾就轉頭過去阿士東維拉，咁一轉頭咗過去之後呢，就為球隊贏得咗歐霸杯，咁樣呢，今季呢，嗱，因為曼聯呢，就卡斯美路呢，就離隊啦，咁啊需要買翻一個球員呢，咁就話嚟堵塞翻呢中場嗰個防守個位置。咁啊咁啱啦，佢係嚟緊下一季迪拿曼斯就係穿着咗18號球衣呢個卡斯美路嘅 number 嘅，咁樣啦。呢位球員呢，過去嗰幾年呢，一直呢都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嘅喺英超方面。咁啊佢嘅冷靜啊、創造能力啊、領導能力都相當好嘅。咁相信呢，佢嘅加盟呢係一定係可以幫助到曼聯呢呢個堵塞翻啊舊年呢個卡斯美路離開嘅位置。而曼聯嘅另外一個收購就係從呢個車路士以5000萬鎊買入嘅巴西年青中場球員安德烈山道士。咁好明顯睇到曼聯嘅心意啦，因為你都知道呢，佢哋陣中嘅烏加迪咁啊膝部嚴重受傷，咁再加上卡斯美路又離隊啦，咁班奴費南迪斯呢，咁啊本身亦都有機會。今年係有機會有傳聞佢會轉會去祖雲達斯嘅。咁啊，中場球員咁缺乏嘅情況底下，曼聯
一定要買一啲咧年青同埋有創造力嘅球員。咁啊，安德烈山道士咧就正係佢哋需要嘅其中一位角色啦。咁當然啦，除咗山道士之外咧，其實曼聯咧都會有另外一個目標嘅收購，就係亞特蘭大中場艾達臣啊。咁呢一位球員啊，亦都係好明顯啊，因為曼聯今季要打歐洲賽同埋打呢個英超聯咧，中場人腳方面咧係一定要好充裕先至得。咁所以卡域克咧一定會繼續不斷咁作出其好多嘅中場球員嘅收購，去支援翻球隊今季佢嘅爭標嘅機會嘅。至於曼徹斯特市另一邊廂嘅球隊曼城，咁隨住哥迪奧拿結束咗長達10年嘅執教歲月之後，曼城進入咗個新時代。咁今季佢哋嘅其中一位弟子，呢個哥迪奧拿其中一位弟子安素馬利斯卡呢，就將會繼任呢個曼城嘅新嘅領隊。咁呢一位領隊呢，今次即係我哋睇翻啲報道啦。咁佢今次嚟到香港呢，其實喺記者招待會上面呢，都講過啊，佢今季呢唔會將呢個哥迪奧拿過去教曼城嘅風格呢，就 copy and paste 咁樣貼咗上去嘅。咁樣嘅希望啊，佢嚟緊呢會帶嚟一啲新嘅理念啊，或者新嘅教法踢法，會俾呢個曼城可以能夠繼續橫掃好多冠軍啊，攞到更加多嘅獎項啦。咁至於佢嘅教法係會係點呢？咁嚟緊大家都係要拭目以待㗎。咁至於關於曼城今年嘅呢個仲奪榜收購呢，咁啊一定係啦。呢個艾治安達臣，咁呢一位來自諾定咸前球會啊，佢係諾定咸森林嘅中場球員嚟嘅。咁當然啦，佢個出身一定係喺呢個紐卡素啦。咁呢一位球員呢，加盟咗之後呢，會相信一定會令到曼城嘅中場嘅表現呢，一定係攻守更加平衡。咁其實亦都係要擔心一樣嘢嘅嚟緊曼城，因為呢，主將呢個世界盃金球獎得主嘅洛迪香南迪斯，咁就已經有好多傳聞話呢，佢今季新嘅球季未必會再披起曼城嘅波衫呀，咁好大機會啦。報道傳聞亦都話佢係會喺呢個會轉去呢個皇家馬德里嘅。咁其實亦都要為曼城諗一諗一樣嘢，咁就係話如果冇咗洛迪之後，會唔會話淨係得一個艾治安達臣喺中路一路踢波呢？咁樣，咁睇下會唔會或者有新嘅替補者加盟啦？咁呢個呢係好期待㗎。又講下另一支呢，香港好多球迷都會好喜歡嘅英超球隊利物浦。咁啊，隨住呢上季呢位教得唔係咁好嘅教練阿史洛嚟咗隊之後呢，咁啊今季啦就將會由呢個舊年教潘尼茅夫教得相當出色嘅伊拉奧拿正式上任入主晏菲路。咁紅軍呢，今年呢個陣容方面呢，亦都隨住伊拉奧拿嘅嚟臨之後呢，就開始有好多嘅轉變。例如好似3名已經 confirm 咗離開嘅主力啊，沙拿、干拿迪同埋呢個羅伯臣啦。咁啊，另外啦，前幾日我哋睇到呢，有啲短片，網上嘅短片啊，呢個居迪斯宗斯啊、基艾沙同加普呢，都係而家個前途呢都係未明朗嘅。咁至於利物浦呢，喺6月嘅期間呢，喺世界盃未啊，即係應該係世界盃期間咯，我記得。咁啊，已經開始進行咗佢哋嘅收購。咁呢，就將會呢簽入一位呢西班牙翼鋒域陀蒙路斯。咁呢一位呢，身高1.7米嘅球員呢，咁佢嘅踢法呢，就相當，即係又係相當之獅似呢個沙拿嘅。咁喺奧沙辛拿嘅表現呢，一直都係表現相當之出色嘅。咁利物浦呢，係將會以呢個大約係4000萬歐元嘅價錢呢，就已經將佢買斷咗份合約加盟㗎啦。咁來季呢，佢將會為利物浦上陣。咁啊，睇下佢嘅表現能唔能夠好似沙拿一樣咁出色啦。咁另外一個利物浦嘅重磅收購呢，大家都相信已經知道啦，就一定係呢個喺巴黎聖日耳門準備買過嚟嘅法國翼鋒巴高拿。咁呢一位球員呢，咁就而家呢都仍然仲係利物浦啊同 PSG 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呢，仲係喺呢個
即係拉鋸方面嗰個價錢方面仲係拉鋸緊嘅。咁咧，至於關於呢一個嘅收購呢，可能已經要達到呢個1.5億歐元嘅巨額。咁啊，要睇下利物浦嗰邊高層呢，會唔會呢個會接受呢個條件啦。咁呢，至於有關呢個收購呢，咁英國傳媒呢 TalkSport 咁呢個其中一位即係嘅主持都講啊，其實呢，巴高拿嘅價錢呢，只係大約值8000萬至930000歐元。咁如果咁樣計法呢，咁啊似乎即係利物浦有好大機會可能入錯貨嘅。如果真係以1.3億歐元買入，咁至於其他嗰啲，譬如好似利物浦嘅前名宿啦，Steve Nicol 咁尼高咁都有曾經喺其他嘅英國傳媒上面講過，佢呢就好開心，就係睇得到利物浦呢都可以成為一支星光熠熠嘅球隊嘅。咁但係呢，因為 PSG 嘅索價太高，咁都希望利物浦嗰邊嘅高層呢都係要多多考慮呢個收購嘅。好啦，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又係時候呢，俾一啲預測啦，咁樣啦，咁我就今屆預測呢，英超冠軍呢就會係曼聯嘅。因為點解呢？舊年喺季尾嘅時候，其實睇得到一樣嘢，其實證明咗一隊波呢個領隊嗰個帶領呢係好緊要。因為呢，今季呢，我頭先所講幾支強隊，譬如好似話呢個曼城啊、利物浦啊，甚至乎車路士啊咁樣呢，都係換咗新嘅領隊。咁究竟新嘅領隊能唔能夠真係可以令到一支好強嘅球隊繼續強落去，還是會真係會有所倒退呢？真係唔知。但係反觀舊年季尾嘅時候，我睇到曼聯一換咗卡域克之後，成隊波呢嗰個團結性啊係強咗好多。即係我會覺得有一樣嘢有少少似當年費格遜呢教緊曼聯嘅時候。咁當然啦，初初教緊費格遜教緊曼聯嘅時候，其實都經歷咗一段都幾艱難嘅時段嘅。咁跟住後尾啦，一路慢慢好大膽咁嘗試，唔要球星，要自家青訓產品，咁一路咁打上去，咁打咗咁多年，就製造咗一個好輝煌嘅時代。咁我都好希望能夠下季嘅嚟緊嘅英超冠軍會仍然喺 keep 喺呢個曼徹斯特市啦。咁呢個呢，就係我一個好 roughly 嘅預測嚟嘅。咁樣咁就希望大家都唔好 hurt 我啦嚇。OK，好啦，節目嚟到尾聲啦，咁都係一句啦，咁就多謝大家嘅收睇啦，咁樣咁多謝你哋，咁希望你哋繼續支持 like 同 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節目，咁樣啱啱開始做翻呢，真係有少少講嘢有啲甩咳嘅，但係希望喺資料搜集方面同其他嘅工作方面可以再做好啲啦。咁好啦。今集就英超賽前呢個季前瞻就做住咁多先，咁下一集呢應該都係做翻賽馬嘅，就會係呢個色甲杯賽馬日嘅。咁到期時我哋再喺YouTube 呢個 YouTube channel 度大家見面再慢慢傾啦。好啦，多謝晒咁多位，拜拜。